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，你敢勾引迟墨！我没有。贱人，郑宝珠，你发了什么疯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……我跟她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？你3番2次拒绝我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显而易见，郝聪明是我迟墨的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迟墨的女朋友，是你忘了吃药还是吃错了药？别多嘴，配合我演戏。迟墨，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来做挡箭牌，我就会相信吗？需要我为你证明一下？迟墨，你欺人太甚！占我便宜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迟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。好了，宝珠，你先别哭了。墨儿，他真的那么离谱？何止啊！迟墨还把那个女人接到别墅同居了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不仅仅是迟墨，整个迟氏集团都会葬送在那个女人手上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我没事，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。你去把墨儿找回来。这件事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我这就去。阿姨，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把迟墨拉回正途了。就按照你的思路，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案给我。老板，刚才家里来电话说老夫人的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时候事？今天上午郑小姐去我家里以后，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。郑宝珠，又是他。今天先这样，3回。我听宝珠说，你最近把一个女孩弄到家里去住了。他怎么说？她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，自从你跟他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儿。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，我总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吧。那个女孩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。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，那她样貌、学识方面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，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那种。那你选择她，而不选择宝珠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叫郝聪明的女孩。好，那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再喝点吧。
池大爷有何贵干呢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。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这么贵！事先说好，这顿饭是不是你请？放心，这家餐厅属于池氏的，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在郑某洲面前演的那出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点什么好呢？给我来一份龙虾餐，谢谢。对不起，龙虾需要现做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哦，那我换一个吧，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。一客龙虾餐。公司那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。那我先不点了，谢谢。我说呢，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。你晚上跟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你有什么阴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，我妈要见你。哈？欢迎光临。干嘛呢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补品。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？你是让我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？你看我昨天澡也没洗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，你看我鼻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？人靠衣装，好歹让我打扮一下吧。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衣服什么的还是别浪费了。怎么就浪费衣服啦？好歹我也算五官端正，皮肤白皙，没有胖成猪，也没有瘦成柴。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好好打扮一下，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大方得体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淑女走路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的。你学过礼仪吗？10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吗？如果把巴黎时装周的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 hold 得住吗？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你这样返璞归真的好。你，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这个郝聪明是湖南的，一家都是小市民。你看他平时的样子，粗鲁又没有修养，跟迟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，3更半夜出入酒店，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。不说话，回去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！别理我。又怎么了？是，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，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，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。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，我陪你去。你别跟着我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。你是不会懂的，迟大爷。欢迎光临 Forever New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挑一条好看的裙子。
这个小姐，您眼光真好。那我就要这个啦。好的。就这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死抠门迟墨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，只是越有钱越是一毛不肯放松。无良资本家，死抠门迟墨。小姐，一共是4380块。什么？4000多？嗯，不是380吗？本店是高级女装专卖店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我刷卡。谢谢惠顾。我一个月的工资。哎，那个，如果尺码不合适的话，我过2天可不可以来退啊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穿着带标签的衣服不礼貌。小小，少爷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。什么意思？需要我回避是吧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就假装嗜睡，做还阴出气的样子。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真的好吗？你好好表现，否则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个老太太吗？请。迟墨的妈妈长什么样呢？一定很雍容华贵吧，否则也生不出迟墨那样的霸道总裁。但一定也很难缠，像韩剧里的那种。夫人，郝小姐到了。郝小姐是吧？坐吧。您好，迟伯母。看来面瘫这一点，迟墨也遗传到了。郝小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这么直接？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不是，迟伯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，你才肯离开我儿子？10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500万。干脆1000万吧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跟迟墨一刀两断。啊，这么多个零！啊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不过迟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我郝聪明从小穷到现在，早就习惯了。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也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替您行善积德。我跟迟墨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，都无法动摇我跟他之间纯粹的爱情。
郝小姐，嗯，夫人在等你，里边请。好。这就是迟墨的妈妈，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！你好，你看我，陈夫人。我呢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但又不方便出门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，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吃葡萄。谢谢。我说墨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？原来是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好啊。自从3年前他跟宝珠分手，就一直没见他再交过女朋友。为此啊，我都愁死了。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。好聪明，你真幸运。那个迟夫人，别那么客气，叫我伯母啊。伯母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郝聪明，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。好聪明，名字啊挺有意思的。唉，可惜呀。怎么啦，伯母？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我家墨儿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，伯母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迟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，墨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。其实，自从3年前他父亲过世之后，迟氏集团内部就不断的出现危机。以前还有宝珠和他的郑氏集团帮着迟氏渡过难关。如果宝珠她知道墨儿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估计郑氏也会对迟氏放手。到时候啊，压在墨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，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，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。聪明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我也很希望看到墨儿能跟你在一起，毕竟墨儿她是真心喜欢你。但墨儿身上有迟氏的担子，关系到所有迟氏员工的生计问题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其实我跟迟墨有孩子在那边。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好过来了。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郑氏和迟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迟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们两个
没事吧？没事。莫尔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他送回去。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我的包。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花了4000多块钱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。4000多！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啊！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。4000多块钱，就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，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拜金、未婚先孕的形象。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 care 好吗？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4380元已退还。我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哎，这个上面的钱你是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品牌是我们池氏集团代理的，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，钱已经退给你了吧？还真的是，那我就缺之不恭啦。想不到你这头大冰山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，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情景。哎，谢谢啦。你不用客气，今天你表演的这么卖力，送你一条裙子当酬劳也是应当的。难得送别人个东西，还表现那么臭屁。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，你帮我忙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谁想多啊？我就是多说2句，给你个台阶下。我看你干脆不要叫迟墨，改名叫迟钝算了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